淨係話你知，冇同人講。我一定要聽到佢講咩。聽日留意下公司隻股票會升到過億。而家咩世界啊？幾百萬係冇用噶。當差咁耐，我知道你呃，我就呃到底。人命嚟噶，你仲記唔記得自己係差人啊？尋日豐華國際嘅股價比呢幾個人冇高咗幾倍，上頭好唔滿意。由呢1分鐘開始，佢哋所見嘅人、做過嘅嘢都要記低。你都係天生殺人狂啊！我想你幫我屋企裝機，我同你識咗咁多年，你咪唔幫我啊？你咁樣做解決唔到問題。對唔住，你嘅係我。呢個係你最後嘅機會，你聽到啲咩？你咁講係咩意思啊？懷疑我哋啊？係。呢幾個月嘅 video 同埋錄音，商業罪案調查科已經查緊。我想攞晒你哋情報科啲手續嘅資料。要呃就呃到底。